再来看南投县政府今年要设10个智慧的公车站，甲6个智慧公车牌哦。除了有时间的显示，更有上车的服务铃。昨南投草屯的大观站已经启用了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民众在公车站苦苦啊等，唔知影车什么时阵会来。南投县政府拜三启用草屯大观站智慧单车亭，内底有公车到站自行看板，会显示公车当时会来。启用第一天，民众所拢抑搁伫20公尺远，规车牌啊单车。不要用，我都唔知影，唔捌听人讲。因为其实公车不会停在那边，因为它前面就有一站了。那它是蛮方便的，因为它可以就是按那个。 招手铃。南投县府讲，智慧单车亭除了有公车到站自行看板，有椅仔、加护甲照明设施，另外摇装坐车服务灯市流，民众只要持市流，顶啊顶悬的 LED 灯就会到，提醒公车司机这站有人要坐车。我们候车亭里面都会有设置这个夜间照明设施，还有即时到站资讯跟服务铃。 南投县府表示，明年至少会各增设28个智慧单车亭，也是站牌。也若针对目前大观站的智慧单车亭无人使用的状况，县府讲11月底进前会伫原本的车站打告示，让民众知影车牌已经刷位，也会在12月初请客运业者把原本的站牌拆掉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